前总统李登辉过身了后，特别对年啊，李登辉基金会参不来民间团体今仔日做会出面，和政府就爱设一个国家级的李登辉纪念图书馆。另外，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有想要来台湾，甲李登辉祭拜。李登辉的查某囝李安妮也讲，这是一件好代志。不过因为疫情关系，无一定爱伫咧30个即天来。 讲到老爸不时后甜，前总统李登辉过身就要对年，伊的查某囝嘛是李登辉基金会董事长的李安妮，即届特别出面呼吁政府应该共同推动国家级的李登辉图书馆，嘛希望地点伫七州路台大的古法学院。我们也了解政府对这件事情是正面的哦，那只是希望多听家属的意见哦，那也多听各方的意见。那我想今天。 大概有一个跨出一小步了。明天我上山，我就会跟爸爸做个报告。与会台大总部长嘛表示，校方保持正面态度，不过因为牵涉高职等等问题，要甲政府相关单位讨论。与会立委嘛指出，已经有人提案修法，会尽力协助。另外，甲李登辉有真深交情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，嘛伫日本产经新闻访问时表示，只要情形稳准，真想要来台湾第一。我相信这是一个好事，我们还在努力当中哦。那我想就是要去五指山，也不一定要在7月30号的这一天哦。 就是任何的时间，事实上也是都可以的。李安妮表示，安倍甲家己的老爸感情就亲像爸仔囝，所以嘛，趣味啊表示，因可能会伫梦中来沟通找时间。针对安倍的言论，外交部嘛强调，台湾甲日本互相是珍贵的朋友，若来访问会全力提供协助。记者伫甲文条随台北报道。